好啦，今集咧就同大家講講呢個日本史上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都有做硬噶啦就嚟咧發表即係呢個施政演說添啦。佢就會點咧？會唔會帶領日本去硬冚呢個雜牌中共？真係雜牌嚟噶，呢個雜牌軍嚟噶。而家真係攞命啊，梗係會啦，係嘛？所以話俾大家聽啦，好犀利咁，唔好淨係講啲政策，而係講個大方向。你睇到大方向咧，你就知道中共大事不妙，習總大領落就係咁啦。好啦，嗱嚟咯吓，嗱高市早苗咧成為日本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佢本身嘅意義查實已經十分之巨大噶。因為女人當家不嬲都犀利噶啦，女人當家為咗證明自己係呢一個男人，通常都會去到更加盡，好盡好盡好狠盡噶。嗱，點解要咁咧？為咗證明自己呢一個男人啊嘛。嗱，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嗰好幾位女元首為例，大家就睇到噶啦。嗱，好似大家都應該都仲有啲印象嘅就係印度第一位女總理甘地夫人阿尼克魯個女叫甘地夫人，佢就實施咧好強硬嘅宗教政策，屠殺咧600幾個錫克教徒，結果自己都俾錫克教徒暗殺身亡。好啦，咁香港人更加熟悉嘅就係英國第一位女首相戴卓爾夫人，佢就帶出咧新保守主義，全面推行公共事業私有化，而搞到美國總統列根咧都跟牌嘅。係嘛？兩個都好老友添，咁亦都可以咁講嘅，亦都令到英國咧擺脫咗個經濟困局，亦都令美國咧即係真係有盈餘做列根即係做完兩個任期之後咧，亦都係大協咧阿老布殊做多一任嘅就係咁啦。咁但係同時亦都咧挖出咗一個貧富大鴻溝，今時今日嘅收入極大差距。即係嗰個有錢嘅有錢得好得人驚，馬斯克可以有5000億美元嘅身家，但係真係一比99，其他人就好慘。即係呢個所謂在職貧窮嗰個 King Poor 咧就大量出現 ，M 型社會正式成型，冇咗中產嘅社會正式成型，咁點搞？亦都可以話咧，導致咗咧後嚟嘅民粹主義抬頭，必須成型嘅咁戴卓爾夫人晚年就患咗呢個老人痴呆症咧，令人對呢位鐵娘子感到不勝唏噓。鐵娘子竟然係老人痴呆，都幾係，成日坐喺公園度唔知喺度發呆做乜鬼。好啦，仲有大家都應該熟悉嘅德國第一位女總理默克爾 Angela Merkel， 佢就令到民粹主義咧係歐洲之長，更加乞人憎嘅咧就係姑息咗俄羅斯，就間接鼓勵普京入侵烏克蘭。由2014年入侵克里米亞已經係噶啦，而家就更加係啦好啦，咁亞洲方面咧，講翻我哋更加熟悉亞洲方面咧，一眾女元首嘅表現亦都可以話可圈可點，有褒有貶嘅。嗱，好似話菲律賓第一位女總統阿奎諾夫人，亦都叫科拉桑啦佢就發動亞洲第一個顏色革命，就叫人民力量革命大家都知啦，黃絲帶革命而呢個革命模式，即係民運領袖、意見領袖，再加宗教領袖呢一種運動模式咧，都影響咗好多國家同地方嘅運動模式嘅。好似香港都受影響噶。不諱言咧，2014年嘅雨傘運動，2019年嘅反送中運動都有呢一種咁嘅色彩嘅好啦，南韓第一位女總統朴槿惠，佢咧就率先打破咧慣例，極度親中到點咧？親中到10年前，2015年就出席天安門大閱兵，就同習近平普京伊朗嗰啲極權分子擺埋一齊。咁你諗下咧，幾得人驚結果佢自己都瀨嘢啦，因為閨蜜醜聞好啦，泰國第一位女總理英勒即係阿他信個妹，佢唔識搞經濟，而家個女都唔識即係咪嗰個唔係好記得總之咧都唔識，搞到咧一屁股債，泰國個債務高達咧泰國嘅 GDP 50%以上，超過一半，咁你點搞係咪？好啦，
台灣第一個女總統蔡英文就叻女啲嚇，佢就識得玩啦。唔單止經濟咧，有個新南向策略啦嚇，搞到台積電可以做護國神山啦嚇。咁呢啲未必直接關係事，但直接關係事咧就係佢好冷靜反中，或者叫冷靜抗中啦，未即係反中嘅冷靜抗中。仲有係咩咧？法理台獨，佢唔單止好冷靜咁去抗衡中共，即係唔會同你鬥氣嘅，但係亦都用法理去搞台獨。呢樣嘢咧，賴清德應該可學噶，即係我唔會動氣，唔會同你喺度喺呢啲搞鬧咧，即係我唔會睬你，我做我自己嘢。呢一樣嘢咧，蔡英文啊真係咧喺咁多位女元首裏邊咧，真係算係一個幾傑出有幾傑出嘅表現。好啦，不妨講埋咧，香港第一位女特首林鄭月娥犀利咯，哎呀，佢引發呢個修例風波，犀利咯，亦都因為咁咧，就令到香港被中共全面接管啦。雖然中共咧不嬲咧，佢個時間表一定都會要全面接管，但係冇咁做啊，亦都冇咁離譜啊，又搞國安法2條添嚇，即係搞完1條又影翻嚟23條，仲有咧完善選舉制度，完善完立法會又完善特首，完善特首完善立法會，跟住完善區議會，係嘛？咁即係搞到香港倒退50年，真係50年不變啊！呢次嚇，好啦，咁啊講下咁高市早苗會點咧？好多人都話高市早苗係女版安倍晉三，小弟就認為啊，點知係安倍咁簡單啊？點咁講咧？嗱，高市早苗做到日本首相嘅最重大歷史意義咧，其實小弟認為就係帶領日本全面向右走，帶領日本全面向右走，全速向右走，全集中向右走，好似鬼滅之刃咁。全集中，嚴之呼吸，九之形，煉獄，哇，犀利咧！做門炭治郎俾你嘆嘆啦吓，而最佳嘅佐證就係咩咧？就係高市早苗咧，就同極右民粹主義政黨呢個日本維新會咧係結盟，咁啊，即係第一輪選舉已經可以做首相啦，真係犀利！嗱，咁啊搞到點咧？搞到高市早苗本身都好右噶啦。好右傾，而家下咧只會更加右傾，就係咁啦。嗱，話未完咧，日本共同社就率先披露啊，今個禮拜5，即係10月24號咧，高市早苗咧就會向日本參眾兩院全體會議咧係發表施政演說嘅。屆時咧佢就會提出修改安保文件嘅方針。咁其中最受注目嘅一點係咩咧？就係將早前已經提高到佔 GDP 2% 嘅防衛開支進一步提高，咁啊犀利咯吓！咁啊因為日本嘅防衛開支一直都係佔1% 左右嘅啫，咁啊去到岸田文雄開始加啦，但係去到2025年咧係佔 GDP 嘅 1.56 嘅啫，1.6都好犀利嘅，日本 GDP 好勁，1.56% GDP 講緊幾多億啊？美金啦，用美金計容易，大家有個概念。就係579億美金，即係差唔多580億美金嚇。咁如果以2025年呢條數容易計啊嚇，2% 嘅 GDP 咧就變咗係742億美金，742億多咗百幾億170億美金，160幾億美金多㗎，唔係講少啊嚇。好啦，咁你有個概念，呢個係咩概念咧？如果你同中國比翻咧，中國2025年嘅軍費咧，大約係2457億美金，咁即係大約係等於日本嘅4.27倍，即係等於日本而家嘅軍費嘅4.27倍。咁啊，但係中國嘅面積係大過日本25倍，等於25個日本啊！但係日本咧，佢嘅軍費只係日本嘅4.24倍咋。其實你從呢個咁簡單嘅咁粗略嘅計算，你已經知道可以反映出日本其實個軍隊好狠勁。唔好計佢啲軍人幾優質先啊，唔好計呢啲嘢。佢就係計呢個軍費已經知道幾勁吓。尤其日本主要係自衛軍嚟，自衛隊嚟喎，係防守嘅啫，防守都要使咁多錢，其實好犀利噶啦。如果增加到即係2%，即係742億美金嘅話咧，咁咧。中國嘅軍費就只係佔即係等於日本嘅3.31倍啫。咁你諗下幾犀利？你個 size 係日本嘅25倍，
你等於25個日本，但係你軍費等於3.31個日本啫。咁你已經睇到個問題啦。而家下高市早苗可能咧會再加碼，唔係2%咁少。2027年可能去到2點幾個 percent 咯，即係隨時咧都過1000億美金。咁啊，如果真係咁嘅話咧，咁中國只係咧佔日本嘅2.4倍啊、2.2倍啊、2.2倍啊咁樣。喂，就算真係開拖都可能會輸，尤其咧你冇可能傾全部嘅軍力去打日本仔嘅，冇可能嘅，因為你戰線好多，中蘇邊境全世界最長，中印邊境不嬲都有糾紛。如果你調晒啲軍隊走咧，你印度插埋嚟，霸埋你西藏都仲得。好啦，南海咧因為南部戰區要睇住個南海，有越南仔有賓仔唔妥你噶嘛，咁你又唔可以調噶咯，你只可以調係調咩咧？東部戰區同埋北部戰區嘅軍隊，即係2/5嘅兵力去。咁你點夠人砌？中部戰區唔得嘅，因為要守護京城啊。咁即係所以得5大戰區嘅啫嘛。東南西北中即係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咁樣。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只可以調到2個戰區嘅軍隊去，你點夠打？一硬冚上嚟，你咪死得咯。好啦，嗱，關於高市早苗大幅增加軍費咧，特朗普啦用特朗普都得，或者川普肯定咧係 happy 到震 ，happy 到要攬住高市早苗嚟啜狂嘴啊！哇，舌吻都想出埋啊！因為咧川普啦，侵又可以賣多1000幾百億美金嘅軍火俾日本，唔止咁啊，同時咧仲多咗個超級打手啊！喺第一島鏈度多咗個超級打手睇門口。哇！川普呢一鋪可以話咩咧？又食又拎，好過做 king。而家呢個 No Kings in America 美國無王運動咧即係玩到咁大啊嘛。咁而家我唔係 king 好過做 king 啊，又食又拎好過做 king， 係嘛？不過話得說回頭，另一個方面睇，高市帶領日本啊，全面向右走，全速向右走，全集中向右走，其實係好危險嘅動作啊，好危險。而首當其衝嘅1000%係習總同埋中共，死梗啊你，因為過去嗰100幾年，日本但凡向右走，都會引發巨變其中中國受害最深好啦，舉例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 Matthew Perry 佩里咧就率領啲黑船啲鐵甲船去打開日本嘅國門，就引發極右嘅尊王攘夷倒幕運動以至實現呢個王政復古。雖然咧其實係有明治維新嘅，又必須成為現代化咧係靠明治維新，但係因為咁亦都種下咗日後咧發動恐怖行動嘅禍根。好啦，去到快啲去片啦，去到1932年5月15號，即係所謂515事件咧。當時嘅日本首相犬養毅係比較溫和嘅，算係就竟然喺佢嘅官邸嗰度，首相官邸嗰度咧，俾一班海軍激進軍人咧闖入去，跟住亂槍打死。咁大正民主就宣布不幸落幕。大正浪漫都唔再浪漫啦。咁而嗰班真係得人驚嘅就嗰班軍人唔單止獲得輕判咯，輕輕放下算咯。之後嗰班軍人仲被委以重任去入侵中國。你話死唔死啊？係咪？咁日本咧就從此踏上咗軍國主義嘅不歸路跟住食2隻原子彈啦，冇嘢好講啦。點解會講得咁嚴重咧？因為之前咧日本仔唔係唔想侵略中國，但係咧佢主流意見都係話有限侵略論。咩叫有限侵略論咧？中國咁差大，唔使食晒，侵略其實侵略東三省已經夠食9世噶啦，慢慢食即係咁嘅意思嘛。但係咧軍國主義抬頭咧，就強調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呢個東條英機嘛咁講，大東亞共榮圈要解放東南亞，特別翻個亞洲大東亞被呢個西方帝國主義者
壓迫、侵佔殖民化嘅苦日子，要解放，你要大東亞共榮，就要玩呢樣嘢啊嘛，咁即係要侵吞成個亞洲啦，就係要咁啊嘛，哇！即係越嚟越大食，越嚟越餵食，個食趣越嚟越差，咁解啦，好得人驚㗎。事實上咧，家下回個頭嚟睇咧，2022年7月8號，即係3年零之前，安倍晉三遇刺身亡咧，恐怕亦都係象徵咗日本軍國主義復辟嘅。就算唔係咧，最少都係咧，確立咗日本更加右傾嗰個趨向。咁而家高市早苗同極右嘅政黨日本維新會咧結盟咧就已經係啦。雖然而家日本維新會就未加入個政府，加入個內閣組成聯合政府，但係遲早噶啦嚇。咁即係所以咧，你可以睇到即係你而家向右走，而且係好犀利，越嚟越右咧，係已經夠死噶啦。唔使一定係要軍國主義復辟嘅，因為已經夠死。事關正所謂咩咧？越左傾越多革命，越右傾越多戰情。哇！戰情密布，戰雲密布，乜死唔死啊？唉，個結果就係等於黑澤明經典作品一個字：亂 run。哇！真係慘。結論應該是咁講的。有人話高市早苗係女裝特朗普，小弟就話高市早苗查實係女裝武士道。至於習近平，恐怕就係西裝耕田佬，人哋女裝武士道，對你西裝耕田佬，咁邊個贏邊個輸咧？係嘛？8個字，答案係8個字，就係一旦硬撼，10成死梗。真係陰公，恭喜晒啦！總之不過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嘅，即係如果日本真係越嚟越右咧，都唔係日本人之福，當然亦都唔係華人之福啦，亦都唔係世界之福啦。咁但係有時又係嗰句啦，你對付爛仔咧，一定要俾佢更加爛；對付惡人咧，要一定要俾佢更加惡。所以點解話咁多人中意川普就咁解啫？咁而家高市早苗咧，佢犀利在就係好多日本人中意佢，好多日本女性中意佢，好多日本後生仔中意佢。而家自民黨突然間多咗好多人加入，好多都係後生仔添，後生仔女添。問你服未？就係咁啫嘛。好啦，密切留意住嘅情況啦。亦都講四中全會嗰啲，亦都要睇翻噶啦吓。因為禮拜4咧就會開嚟見我噶啦。究竟係點咧？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啦。好，講住咁多先，拜拜。